炒 Binance 期貨，第一步最重要，一定要識用全倉同續倉模式。續倉可以幫你管理每單交易風險，即使蝕都只輸指定金額，唔會爆晒全倉。記住新手必用。落單嗰時，記得用 Binance 期貨盤口入面嘅止蝕同止賺功能。開單同時預設止蝕位，例如輸5%即自動平倉，幫你避免大損失。好似呢單短倉 ETH， 設好止蝕，贏錢可以即刻鎖定利潤，輸都唔會輸過頭。一單成功，風險管理點都可以瞓得安樂。Binance 最高有125倍槓桿，但新手千祈唔好亂用。槓桿大，贏得快，蝕都快，要量力而為。建議一開始冇超過5倍。想開始安全炒期貨，即刻下載 Binance App 啦！全球最大交易所，安全又有多元期貨工具，仲有新手指引同大把風險管理功能等你用，一齊玩得安心又穩陣。